艋舺是一个问三款人会讲出三个无共答案的所在。历史学者会讲，伊是即马台北市的发展源头之一。少年人会讲，伊是一个真侪角头的所在。抑阁有另外一群人会讲，艋舺是真侪传统小食的所在。艋舺的老店也特别多，不管是食咸、食甜的，遮拢有。伫即个充满人情味的所在，有一间点心仔店，经由社区营造串联身躯点心的滋味，嘛连接起大家对艋舺这块土地的感情。每礼拜四暗时10点，公司台语台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